來看南投草屯的毛樂溪社區大學呢，有一門課，這是教人做這紙雕的藝術品。這學期除了是學加紙，伊嘛打算呢要用這個紙雕來出一本小改着草屯在地好食麵的冊。你看這個他們的芝麻全部用手剪來的。小改社區大學學員的作品，無論是燒餅還是蝦仁飯，看起來真好食，食的攏是在地好料的，而且攏是用紙刻加出來。社區大學把紙雕藝術結合咱草屯在地文史，用在地美食做主題，上會當引起大家人的注意。那來草屯，感覺講唔知要草屯啥好食，咱講袂出來。咱乾脆就是來做一本啊，講拿來草屯，你會使去隱藏版的小吃，你來再去食安尼。拆這個麵線，拆這個腸啊啦，還是講這個豬腳、這個脯啊，然後因才家己分配，講阮即馬要開始要安怎做，啥物人做啥物安尼。學員討論甲真認真，望大家作品攏會當呈現出在地好料、好食的感覺。社區大學嘛打算講，甲這個作品合作出版做細本的冊譜啊，會當甲紙雕和好料的結合，做報道文學傳出去。我們希望呢能夠延續我們草屯的手工藝的文化，所以我們呢就將我們的紙雕的作品那做成一個專輯，然後呢希望可以推動我們草屯在地的那個手工藝能夠繼續的傳承下去。來做一本冊的時陣，我認為大學生啊攏有機會，就是大家做伙來創作這本冊了後，你家己嘛感覺講哇，原來我也有這個技術，原來我也有這個天分。我感覺這足好耍的，真正就是佇厝裡閣袂無聊安尼，嘿啊，找到另外一個興趣。社區大學的學生嘛表示，來這上課，一本只想要來消磨時間，想要到對興趣來出發，學加紙會當通在地來結合，閣會當出冊行銷地方，愈加愈有興趣，嘛愈加愈自信。記者安修南投報道。